我们的餐车。哎呀，餐车，哎呦自己好好研究一下吧。嗯，好，还不错哎。这边就可以做那个料理台啊，三牛，好像也可以啊，还可以做菜啊，后面还可以放东西，哎，还不错啊。你来试骑看看，你试骑看看，好好，还不错。哦，哎，对，这个椅子有点，我调一下，我来调一下。哇，真的坏了！哇，小吴你太强了吧！哇，不是我太强，还给 fight 的啦。Oh no！ 哇，叫你上斯朗茶啦。有没有其他的？哎，好像那个刹车也不行，对不对 ？No！ 那怎么办呢 I think we should fix the bike. 应该会涨一下，有个茶的哦。Yeah, hurry! Let's fix the bicycle. 哦，找到了。哦，这亚杯啊。All right. 看到你涨斯朗茶啊。好 we can fix it. Yes. 老板，老板，不好意思，你好。我们这椅垫坏掉，你都来天数涨一下嘛。再顺便检查看看其他有没有什么问题。谢谢。那你稍等一下哦。好，那是谁哦？看老板在弄，就是个专家。太好了。So the bike's been fixed and we're saved. 好的呢。哇，很厉害哦。 OK 了。好。后底呢有抢条过来涨斯朗茶哦。太好了。本来很紧张，想说那个车坏了，没有餐车怎么办呢？后底因为盖涨斯朗茶哦。OK。把轮打回去就好了。哦，谢谢。耶，太好了。那么快？对，真的小调整上手，还是要让专业的来哦。没错，我们自己都没有办法。这样就没问题了吗？对，只要做生意都 OK 了。哎呦，那我们可以出发做生意了。棒！我盘点一下，老板现在他 fix the seat， 对， fix the gears， 然后刹车， fix the brakes，then fix the tires or tire pressure。做账后嘞，做账后嘞。拜拜，谢谢，拜拜 ，Thank you，拜拜。Hurry, let's fix the bicycle。后底你给他去涨斯朗茶。餐车修好了，我们之后的生意会更好的。